丙年常年期第13周星期五，每日向主祈禱。讓我們以聖奧斯定的禱文來祈禱。主耶穌，你是我們的救主，是你讓我們現在來到你面前。我們的心是冷漠的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無私的愛情來溫暖我們的心。我們的心是充滿罪惡的，請用你的寶血來潔淨我們的心。我們的心是軟弱的，請用你喜樂的聖神來堅固我們的心。我們的心是空虛的，請用你神聖的臨在來充滿我們的心。主耶穌，我們的心是屬於你的，請因着你的美善寬仁和你的聖名而時常擁有着我們的心。亞孟。